那么，首先透过网络观看这次课程的法友们，首先问候大家，大家好。尤其是各个佛学院的学生们，还有所有的善知识们，首先问候大家2022年这个新年，在这个2022年新年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同时一切如法而成就。那么这次的噶举冬季辩经法会呢，因为这个新冠的疫情没有办法像往年一样在菩提迦叶举行，但是各个佛学院还是在同一时间，大家依照就是辩经活动的流程，在各自的学院中现在如期的举办着。那么很多人也表达说，希望我能够在这段期间给予教学，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失望，所以呢，我们就安排了这次的课程。那这次的课程呢，主要是为了各个佛学院的僧众们而开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位学僧而言比起讲解修持，对于各位来说更有关联的是讲解见解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挑选了见解这样的主题来讲说的原因。佛教的派别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来说分为我们说有部、经部、唯识、中观这样子的4个部派。其中有部的这些思想，在俱舍论等等的一些论点当中都有很清楚的解释了，所以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很清楚的。那再来经部的来说，有关经部本身的这些文献或者说经典却是非常的稀少。除了在量论的一些典籍中有少部分的会提到经部的一些思想，但是经部本身的经典文献却是没有的，很少的。再来讲到中观来说呢，这是藏传佛教各个教派都争着说自己是中观，他是中观派可以说对于中观是绝对不会陌生的，很清楚的。所以呢，讲到中观的见解呢，我也说不出任何可能各位没听过或者不知道的这个中观见解但是呢，讲到唯识的时候，在藏地几乎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这个唯识学这个弘扬的人。
没有人真的在弘扬这个唯识学。那么被翻译成藏文的这些唯识的典籍，但也都被很多藏地的这些大师们可以说用中观的思想去诠释和引导，就变成用中观的这些思想去解释它，所以也很难判定说到底哪些典籍是真正属于唯识自宗的经典。而且在藏地也没有人深入去研究唯识，所以站在唯识宗的论点非常稀少。所以呢，更加难以判断到底哪些经典是属于唯识宗。现在呢，国际佛教学术的很多论坛上，有关唯识的学术讨论还有研究呢，确实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呢，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资讯呢，确实非常的少。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唯识可以说现在唯识对于我们而言真的是一片的漆黑黑暗一般的。那就我自己来说呢，我很幸运的是自己不只是懂得藏语，也稍微学过一些其他不同的语言，其中呢，尤其这个中文呢是比较会一点的。所谓的会多一些的意思是，我有小学6年级的程度，除了没有比这更高的这个程度的。那因为我小的时候只学到了这个6年级，然后就停下来了。因为之后也到了这个印度，那么也没有机会有再这样子学习。所以呢，我的中文程度呢，其实只有小学6年级的程度。但是平时呢，我很喜欢这个学习中文。所以对于这个，尤其以这个中文的大藏经这个佛经为主的这样子的如大海一般的这些经典，还有各种的著作当中也因为我懂中文，让我有机会可以像悠游于这样的大海当中一般。过去我有许多的这些中文老师，对不起，过去有许多的老师那么大部分都是藏族老师，其中也有一位这个汉族老师，当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现在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世。当时呢，他来教我这个中文汉语，那我也没怎么好好学，而且我周围的人呢也不怎么鼓励我学这个汉语，所以可以说，首先呢是自己这个也很懒惰，然后再来周围的人呢也不是很鼓励我学中文，所以总之呢，当时没有好好学，所以觉得有些后悔。但无论如何，现在我读得懂一点中文也真的都是过去这些老师们的恩德，所以也透过这个机会，
也想感谢一下过去的这些老师们。所以总之呢，因为自己略懂一点点中文哦，所以在这几年来就有机会呢多读了一些书籍，像是东西方学者们对于这些佛教的历史还有见解的一些著作。所以一方面来说因为这样子的阅读帮助我开阔了眼界，也增长了这个见闻，但另外一方面来说，也让我深深感觉到，就是我们藏传佛教在可以说现代的这种学术研究上是落后的，应该要这个加紧脚步，要跟上。所以我也想借这次的机会，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借由这个机会能够希望这样的课程对于各位有些帮助。那么就像之前谈到，佛教里面有4个宗派，但这一次特别我们选择了唯识。为什么会选择唯识这个主题呢？首先我们说佛教最主要分为声闻和菩萨，我们说声闻乘和菩萨乘，或者可以说大乘和小乘。首先如果你想要认识什么是声闻乘，你就必须透过学习有部和经部这些的思想去认识小乘、声闻乘。如果你要认识什么是大乘，那就必须透过学习唯识和中观的思想去了解大乘。那么依据贤者喜宴这部著作的一个说法，在月称论师的那个时代，那烂陀佛教学院当中，就只有月称他一个人是中观师，其他的论师全部都是唯识师。所以从这样的说法你可以看到在印度，甚至在印度那个时候，唯识和中观这两个思想来说，唯识的思想是比中观还更加兴盛的。而且呢，唯识和中观的这些大师当中，出名的这个大师当中也以这个唯识师居多。再来我们说唯识和中观这两者到底是谁先谁先谁后从经典来说，首先呢弘扬的是这个般若经，而唯识的经典像楞伽经呢是稍晚才出现的。那么就大师来讲，这个中观的大师龙树先出世，之后才是唯识的这些大师，也就是无着、世亲等等。所以我们会说是中观先，之后才是出现唯识。但是呢，一种说法说，因为中观的见解它无法满足这个无着还有世亲等等这些师徒的见解，所以他们又另外开启了新的这种思想。那么在后期的这些中观的论师像是清辩月称，当他们在确立这个中观的见解的时候，他们主要驳斥的这个对象，或者是他们的敌宗驳斥的对象都是唯识宗。而其中呢，他们驳斥佛教内部其他教派的内容或者说寄颂都只有一点点，而大部分呢，他们的这些颂文或者内容都是在驳斥唯识宗的。
再来唯识宗，它也很重要，是因为唯识宗的这个弘扬哦，所以因为唯识宗弘扬，而这些论师他们让这个量学也得到了弘扬，而因为这个量学的弘扬，不仅影响到佛教自身，而且对于印度教还有耆那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西藏来说，特别注重这个量学，一种就会说这个中观跟量学哦，两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说中观，它也一般我们会说有分中观自序、中观应成派两派嘛。那之所以会分成这样的两派，也是因为呢，清辩和乐称他们两者对于自心是否需要成立因理，或者说是否需要提出像原因而做辩证，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的看法，而造成了自序和应成的分别。乐称曾经也提到说，清辩呢，为了彰显对于自身论理著作的这种精通，他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的说法可以理解是说，乐称认为清辩他继承了陈那的量学传承。所以总之呢，清辩呢就被认为是后期的量学，乐称是前期的量学。所以你可以看到唯识跟所谓的量学因明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还有在中国佛教来讲，还有这个承诺跟护法还有一段辩论，那这个我们之后会再谈到。也就是自序跟应成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分别，也跟这个唯识也是有关系的。再来呢，像净命论师等等这些瑜伽行中观师，像这些净命大师等等，他们也承认是圣意是中观，世俗唯识。所以总的来说这中观和唯识两者的关系比起我们说以为中观我们都以为是中观影响唯识多，但其实是唯识的思想对于中观的影响是更大的。那么再来谈到大乘的经典，可以分为比如说中期、后期、了义不了义等等。那么总之中期、后期的大乘经典有包含非常非常多的经典，其中像是华严经这样子比较大部头的，或者说比较著名的这些大乘经典，都被归类于唯识的典籍。也就是说，很多大乘的经典被归类为唯识的，可以说是被归类为中观的比，被归类为中观的多。所以举例华严经来讲，如果你想好好了解读懂像华严经这些大部头的经典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好好去学习跟阅读唯识的大师们他们的这些著作。以上呢，这是谈到我们说经典显称的学习很重要，唯识对显称经典的影响。再来谈到密称这个更就近的见解思想来说，中观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学者也认为唯识的这个思想对于瑜伽序是更为这个深远的。
尤其呢是到了这个无上序部的时候啊，像更是强调了显相唯心，还有像大手印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这样子的显相唯心等等的见解思想。所以可以说唯识的思想，认识唯识，了解唯识哦，不只对于你在学习、认识、了解显称经典有帮助，尤其对于你修学密乘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呢，据说很多这个撰写这个序典注解的极为著名的大师，像是噶典扎巴，还有巴瓦扎巴等等啊，他们也都是唯识师，都是唯识的大师。所以可以看到，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唯识思想很重要，真的应该好好的学习它。那么再来，我们从一般这个世间的角度来看，这个唯识，为什么唯识也很重要呢？就唯识对于我们从非宗教的角度来说，它也很重要。我们从这个看到欧洲啊，我们从当时文艺复兴的时候开始，在文艺复兴之前，我们说也就是中世纪那个时候，当时是神学的思想哦，可以是当时的主流的思想。但是因为文艺复兴，所以很多的西方人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得到了一个解放，所以他们都从这样一个中世纪的这种神学的思想当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当时就认为说没有神了，而且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大自然、自然界和人类呢是这个相互对立的一种状态。总之呢，他们是很想急着想要征服这个大自然，他们觉得这是大自然可以被我们人类所控制征服的，所以呢，他们就很急着发展各种这种自然科学，然后想要去征服大自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是的，科技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科学进步了，但结果是什么呢？也就是环境遭到了破坏，你看空气各方面遭到了污染等等这些各种的灾难也都是现在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都是现在在经历到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不仅是我们人类，而且地球上可以说所有的生物吧，都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危难很多都是因为你看人类因为想要觉得自己可以征服大自然，然后着急的发展这个科学而造成了大自然的这些灾难。但是这时候唯识的思想就很重要了，因为呢，唯识的思想很重要的观念是认为说，我们自身和大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状态，而是大自然其实是由你的心所造作出来的。所以呢，它是自己的，可以说是大自然是自心的一部分。但是讲到这里，我们说现在很多的人受到了现在的教育，尤其深深的受到了这种唯物论，还有像这种自然科学等等这些见解思想的一个影响。
当我们听到这种唯心论，或者说一切由心所显现所造的这种思想的时候，会觉得这太好笑了，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说法，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很空泛的一种理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觉得这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都是科学的这种教育，当然还有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可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唯物这样的思想是理所当然的。很少人会怀疑这个唯物的思想哪里有问题，所以很少有人会想到说一切唯心造，或者说唯心的思想，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那当然也更不会相信这个唯心唯识这样的一个思想这种说法。所以连这个唯心到底是什么，根本真的是完全是无知的，是不知道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真的是越来越物质这个人关注的都是物质，然后这个物质这个也是高速的这种在发展，所以在这么快速的这样一个步调当中，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怀疑这个唯物论，没有人会去怀疑这样的一个唯物的思想，没有人会觉得这哪里不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从自古以来，这个唯心的这种思想是这个古老哲学思想当中就有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而且你看到古人其实呢，他们都很相信这个唯心的，所以有时候看看我们现在来说，从佛教的词汇来讲，就是所谓五浊恶世但一般来说，就是真的是一个白话来讲，现代化来说，就是一个真的思想非常颠倒、扭曲，或者说这种本末倒置这个黑白不分的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唯识这样的一个，它不就只是我们多一点有关唯识的知识，不是，它真的很重要，是因为它不只是知识面你增加，而且重点是它可以真的针对对治我们很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种颠倒的思想，而且真的像我们现在都有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有价值观，还有这个人生观等等，都可以透过唯识的一个学习而得到了一种，可以说一种更新吧，可以说一种刷新我们的各种的观念，完全让我们的观念得到一种转变，可以跟佛法更好的、更正确的一个呼应到。那么尤其我们说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真的很像是这个很机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很机械的这样一种文明而且是一个非常资讯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这种步调跟节奏啊，快到这个一瞬间都停不下来，有一点像我们就是像那个热锅里的沸水一样啊，不断的在煮着。所以我们的生活，现在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办法真的停下来。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到我们自己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各种外界的刺激，有时候我们都被这些刺激，或者说这些被操纵、被绑架了一样。那么就像是那个木偶一样，有没有被这个完全被操控的线这样串着的这个操控的木偶一样？我们对于自己完全是没有自主的能力，已经完全被外界的各种刺激所操控了。所以好的一面来说，是的，我们现在世界很进步，但是从不好的一面来说，我们也被这些外界的这些进步所淹没、所操控，而没有办法真的掌握到自己，也找不到一个目标跟方向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心也都非常的混乱，而重点是我们这时候的心都不会向内去观看了，我们的心不断的挑动，被外界的刺激所挑动，不断的向外去散乱。所以总是向外去看别人是怎么样，那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等等，所以对于自己的心却越来越陌生，甚至会觉得跟自己的心越来越疏远。所以有时候想想以前来说，像是在过去吧，古代，或者说像我们就现在看到牧区，大家是生活在一起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样的一种人跟人相处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跟人是非常的亲近的。但是现代的社会呢，却让我们感觉到是非常的疏离。就像是，所以有时候呢，人呢都被自己有点是自己跟自己都疏远了，那么也开始忘掉了自己的故乡，忘掉了自己的原点，甚至最后也忘记了自己的心是什么，可能最后也忘掉了。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真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疏离感，和大自然的疏离感，和家人的这种亲情的疏离，和邻居之间的疏离。总之呢，就是你觉得跟所有人都非常的陌生，非常的疏离。也因为这样的一种疏离感，现在很多人会有的社会的疾病，会有什么呢？也就是像这种各种的忧郁症、焦虑症等等也都是来自于此。当然我们说病有的是靠医生可以治疗好的，但很多时候患者本身更是要自身也要去更主动和积极的想要去治疗，想要去
处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都有这样子疏离感的，患了这样子现代疾病的现代人来说，要怎么做呢？事实上有时候要做到也很难，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有这样子疏离了，都不觉得有这样子的疾病的时候，不觉得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主动或积极的做出些什么努力呢？会根本无法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唯识的这个思想我们去看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唯识的思想的历史，它的整个的演变严格就是什么？它在谈的就是向人类的内心世界去探究。尤其呢，它是对我们，也就是人类的心理，到底他在怎么想，他是怎么作用，去做非常非常仔细的这种分析。比如说，有谈到阿赖耶识是什么，还有什么是莫那识等等，还有不同的我们的不同的心识互相的关联性是什么，还有这些各种不同的心识和那个阿赖耶识关系又是什么。所以可以说唯识的思想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思想。而且我觉得这个心理学，唯识的心理学比起西方的心理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且唯识它不就只是学术上的这种心理的一种学说，而且这个唯识呢，它是真的有实际作用的。它是真的有这种可以达到可以说治疗我们各种疾病的这种作用的。为什么说唯识的思想它这么有力量，它可以治疗我们内心的各种的疾病呢？因为它不就是一个思想，它不就是一种哲学见解，而它是真的的一种治疗的方式，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这种可以说染污的心，或者说已经异常的这种心，可以恢复清净，可以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本质。所以这个唯识这次我们讲的主题唯识的整个思想，它不就只是曾经过去这样遗留下来的这样一种文化遗产，而是真的纵使到了现代对于现代的社会，它也确实有这种，它是生气勃勃的，它是具备着能量的，非常活跃的一种思想。它是一种哲学思想，它也是一种宗教，而且它也是具有刚刚提到这种能够对治我们的心理疾病的这种有力量的一种心理学。当然在唯识的教理当中，也确实有一些非科学的层面，也就是比较
也就是比较着重这种宗教信仰的这些部分。但我觉得就算是这一部分，我也觉得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科学它并不是一切哦，它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对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而言，这个你看能够过去来看，从历史上来看吧，人类我们能够存活到现在的各种的力量，很多呢也都并非科学性的这种事物，所以科学它并不是一切，并不是这种万能的。所以就像唯识的思想，它是我们说佛教的其中一个支派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它重要的就是它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就是以这个帮助我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佛教的支派，这样的一个宗教。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唯识的思想非常的珍贵难得，然后从过去流传到现在，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的。所以总之唯识它也有科学的层面，它也有宗教的层面。那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很多东西不就只是靠科学，很多时候也必须靠宗教信仰的这个部分。尤其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生活中遇到大部分很多重大的一些事情吧，一些困难的时候，真的是必须透过一种信仰，一种新的力量才能够去克服它的。所以总之呢，这样一个唯识的思想，你可以看到它真的非常的珍贵跟难得，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它。所以总之刚刚也谈到心理学现在很多人谈到心理学是大家都很感兴趣，而佛教呢，它就是专门探讨心这样的一门学问，或者是一个宗教。所以想要学习和修持佛教的人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传统，而且也应该从现代的教育上去着手。对于心，还有各种的情绪、各种心所等等各种的状态，你都要去融会贯通了。所以你要了解佛教的心，还有各种的心所、各种的运作方式的话，你都必须要了解唯识的思想。那么唯识呢，当时在印度弘扬开来之后，在许多著名的印度的佛教学院当中你可以看到都是兼弘这个中观和唯识的。像是那洛巴大师那个时候，当时就香提巴还有金州大师等等，那他们也都是这个唯识师。所以总之呢，当时印度的这些大乘的佛教的学院，也都是因为兼容这个兼弘这个中观跟唯识所以这个大乘的佛教可以广大的弘扬。所以从来
没有发生任何违背的或者阻碍的事情发生，从来没有。所以其实最初你看到佛陀，就是因为佛陀他自己非常的可以说重视，也非常的这个弟子们不同的根器和兴趣所以他很仔细的开示出不同利益不同弟子们的教法，所以也因此造就开启了不同的这些乘法见解，也造就了这些不同乘法见解的兴盛和开展。但是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乘法见解兴盛开展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讲到这一点，就藏地来说呢，却是天也是中观，地也是中观，我是中观，他是中观，到处都是中观。这种呢，对于其他或者说下部宗派的这个轻视的一种情况，就都只独宗这个中观的一种情况，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坏处多于好处的。所以这种情况到底它是怎么样呢？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是说不清楚的。其实呢，有的时候你对别人的理解越深入，其实反过来会帮助更看清自己的这个定位，或者说更看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清楚，我们说自己是中观嘛，中观师嘛，所以如果想要清楚自己中观的这个角色这个定位，我们其实各位就应该更深入去了解到底唯识他说的是什么，而不是就去觉得唯识不怎么样。如果只是觉得中观典籍当中，如果你只是从那些中观典籍中驳斥的唯识的那一点点的见解想要去了解唯识的话，可以说你对唯识是不求甚解，你也不真正尊重唯识的话，其实你真的很难了解唯识它到底好在哪里，它的特色和特点是什么。举例来说，像现在世界各地一些大的城市当中，像纽约吧，它有不同的人种，像总是会有一些这种种族轻视嘛。那么如果你本身就带着这种轻视，那么你也不会对于其他的种族，比如可能对于藏族吧，在纽约，如果你对于藏族是觉得这个轻视的话，你也不会想要去了解他，你也不会真的想要去认识他，所以你也不会真的知道到底藏族它的特色跟好是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这样子看唯识，我们觉得过去中观师反正都已经把他们驳斥得干干净净，我们大概不用再去想什么了，所以我们觉得大概唯识也没什么特殊吧。但这样子却真的是障碍了，可以说阻碍了我们去真的去了解这个唯识的机会这个大门就被我们自己关上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所有藏传的佛教徒们，尤其是我们噶举佛学院的学生们，我觉得我们真的对于唯识思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因为呢，过去的西藏的藏传佛教的大师们，首先对于谁是唯识的大师们，
譬如说，哪一些祖师是唯识的大师，哪一部典籍是唯识的典籍哦，也都还有很多的争论，就是我们藏传佛教大师们自己都还有很多的争论，都没说清楚。所以我们要能够还要去深入了解里面的内容哦，那更是困难的。所以很多佛学院的学生，就算是读了可以说近10年的书吧，甚至也很难讲清楚这个唯识其中一个三性的这个理论，也可能很难说清楚。那平时呢，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去分别说啊，谁的见解比较深，这个谁的见解这个比较浅。那么，所以一般来说，的确我们会认为说中观的见解它是最深奥的，这是藏传佛教大家都有的一个认为。然而呢，中观它却不像唯识思想那般的这种内容是庞大和繁杂，所以譬如说透过中观一个小小的见解的教导，你就能够领悟。所以你只要了解了中观一个小小的见解，对这样的教导有领悟，你就能够以此类推领悟其他的道理。但是唯识学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呢，它的内容类别是非常繁杂的，你需要具备的这种知识的基础是非常广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你读再多的这些经典有时候你还是搞不懂，搞不清楚到底唯识真的在说的是什么。这是因为唯识它的内容类别非常的繁杂。好，那么我们这里大概休息半个小时。大的公度需要大度。那么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唯识，无论是从佛教的角度去看，或者从我们世间的角度来看，学习和修持唯识都是非常的重要。然而我们说现在呢，在印度这个佛教都已经没落了，无论是有部、经部、唯识或中观，全部呢也都消失了。但是呢，好消息是，这个唯识它从印度传到了中国，之后又传到了日本，然后没有间断的延续到现在。所以如果想要这个学习唯识，那么就要多去学习和研究，还有关注这些中国、日本学者们的这些著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做你家本钱，跟的呢就讲哪里面的可能还是没有的这些，你大体最过来呢，没是接了呀，那么，那有关这部分之后会详细的再解说的。
那么前面我们谈到了很多唯识哦，那么到底这个唯识指的是什么？所以平常我们会用唯识这个词在所谓的这个唯识呢，如果按照字面简单的去来说呢，就是只有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唯识就是只有是这样的意思。那广义的来说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全部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活动，也就是我们的心，或者我们有时候也称为识都可以，或者是我们说一般我们会说心、意、识，它是同义词。所以呢，这个唯识啊，它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唯识说的意思就是说，在心这个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平常是这样子认定的，我们会觉得这个精神层面和物质这是两种存在哦。我们会觉得精神心在这里，然后外在一个物质一个境好像是在那边实存，被我们所经验到所看到，两个好像是各自独立，是各自的分别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实体。而且呢，我们平常认为的，譬如说我们经验到感受到的外在的这些任何的事情事项，譬如说山呢，我们经验到看到的山川，然后大海等等，都是好像自己的心，或者我们说精神心之外，然后实际存在于外界的。譬如说我们觉得那里有一个山，然后我们会觉得那个山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山，我们会想要说我要去，比如说就想要去登山，然后接着因为有这个河，我们觉得有一个河真实存在，然后我们就会上面加一座桥等等。所以总之我们一般经验会以为这些外境实际存在跟我们的心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同样譬如说我们的身体吧，我们觉得这个身体也会觉得这个就是我，我们这样一个不孕合合的身体就是自己，就是我。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一种认知，我们的一般的一个经验，这是我们的常识会这么认为。可是呢，在你看印度它早在这个公元3世纪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的一群人，
这群人呢，他们不像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哦，这个心在这里，境在那里，境是实存的。他们呢，很勇敢的去挑战这样的一个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这种尝试。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尝试啊，提出了质疑。而且呢，他们不只是提出这个质疑，而且他们不断的提出各种的论证，去证实这样的一种认知，这样的一个尝试呢是错误的，是不正确的。也就是我们认为说外境是外在实有的，跟我们的心完全没有关联的，这样子的一种认为是错误的。那当时印度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出现的，就是和一般人不同，他们勇于提出质疑的这样的一群人。那这群人被称为有这样思想的人，就被称为叫瑜伽行派，或者说叫唯识瑜伽行派的人。而他们呢所提倡的这个教理呢，就被称为叫唯识思想，或者说唯识说。所以总之呢，这样子的行者就被称为叫瑜伽行派的人，而他们的提倡的教理或者他们的思想就被称为叫唯识，所以这叫唯识的思想或者唯识的学说。那么所以那个人叫做瑜伽行派。这些瑜伽行派这样的人，他们所提倡的思想就叫唯识，是这样子的。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了唯识思想它很显然的就是唯心的这样子的一种论点，就是唯心论。也就是说外境并不实存的这样的一种认为。我们经验的这一切都是心所现，离我们的心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实存。所以唯识的思想，唯识的学说可以说就是一种唯心论。然而呢，其实在佛教当中并不是只有瑜伽行派或者说唯识这个学说才有这样的思想。其实可以说在佛教不同的宗派或者说不同的时代都有这样子的唯心论的这样的倾向，而且都不断的在持续的讲说这样的唯心的这样的思想。如果我们从佛教的思想当中把心这个剔除掉，把它拿掉的话，把心从佛教的思想当中拿掉的话，你会发现佛教就什么也剩不下了，因为佛教所讲的全部就是心。因为佛教全部它的思想重点就是这个心，所以可以说心它不就是唯识宗独有的
其实整个佛教在谈的都是这个心的内容，都是在谈的都是唯心的思想。换句话说，佛教所有的宗派都可以说跟唯识宗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佛教最主要的是帮助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的状态是痛苦的，所以佛教帮助我们的心从这种痛苦不安的状态能够转为一种平安。尤其学佛的目标是我们叫做解脱，也就是说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因为在这种痛苦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说佛教强调解脱，它谈的是一种心的解脱，帮助我们的心从痛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所以佛教可以说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这个唯心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广义的来讲，可以说所有整体佛教都是唯识。整个佛教的思想广义来讲吧，就是整个佛教在谈的都是唯心论，都是在谈的是唯识。虽然说不同的佛教宗派不见得他的说法讲的跟唯识宗一样，但是都不离这个心。而且呢，我们还进一步再看一看我们说印度的这些，我们说这些哲人他们呢自古就非常致力于这种瑜伽，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yoga。所以瑜伽不就是我们现在一想到的各种那种瑜伽的姿势并不是的。这种瑜伽它指的就是禅定的这种修行，可以说它包含了这种止观禅定的这种修行。这种禅定的修行是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沉潜于这个自己的内心深处。试着深入的探寻自己的心，这样的修行就叫做禅定的修行。所以这是自古以来印度的这些修行者都会的，都在做的这种瑜伽。所以就像是我们在夏季的这个课程当中就有提到过，在印度古代这个奥义书里面就有提到那些修行者，他们进入禅定之后，他们认为说有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自我，他称这个叫做阿特玛。古印度就这样的一种思想，但是之后佛教出来就不承认这种阿特玛或者这种终极自我的这样的一种主张，所以佛教呢就说出了无我。那么也就是认为说这个阿特玛这种终极的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可以说因为无我，佛教的他的思想无我的思想，所以让佛教和过去所有的印度的思想就完全的这个可以说背道而驰了。
那因为之前所有印度的思想都认为有一个我，有一个终极的自我，就是这个阿特玛。但是佛教出现之后，却说没有一个我。另外呢，在古印度还有一种思想啊，还有一个比这个他们认为的终极自我更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个就是叫轮回。所以轮回并不是佛教有创造的这种思想啊，而是过去古印度它就有的一种思想。所以当时古印度他们也认为说不仅是说这个终极自我阿特玛很重要，而且他们会觉得说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轮回。而这个轮回的思想呢，佛教是承认的，也是采纳了这个思想。虽然说佛教佛教否定了阿特玛，但是却接纳了轮回的这个思想，采纳它，而且将轮回的思想作为整个佛教教理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佛教呢，他认为说没有一个我，但是他又承认有轮回。那这就有一种矛盾，因为如果没有我，那又是谁在轮回呢？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矛盾会产生，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争论或者一种疑惑会产生，就说佛教你怎么说没有我，但是怎么又会说还有轮回呢？所以呢，佛教各个宗派都在解决这个矛盾，其中可以说最完善的解决了这个矛盾的一个佛教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唯识的思想，就是那些唯识瑜伽行派的人，他们很完善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呢？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就是这些瑜伽行派的人呢，他们认为呢，在这个六世，所谓的六世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六世嘛，这些六世呢是非常的表层的，这是我们都有的。但是接着呢，在表层的六世的深处呢，还有一个更细微的、更深层的一个叫阿赖耶识，也就是呢，我们现在六世所经验到的这一切，它可以说都是由这个阿赖耶识所显现的。所以它有表层的六世的思想的理论，也有比较深处的这种阿赖耶识的理论。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阿赖耶识就是这个自我存在的一个究竟，这究竟体也就是轮回的这样一个主体。那么当然这里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先提到阿赖耶识，它不就是一个哲学理论有认为有这样推论出的一个阿赖耶识，
而是一个透过甚深禅定，实际的你透过瑜伽的限量而直接可以说了悟到有这样的一个阿赖耶识等等，这之后我们会再提到。所以总之，这个因为实际的体悟而认知到领悟到有这个阿赖耶识而建立出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就是所谓的唯识。尤其呢，我们说从古至今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大哉问就是我们自己还有整个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对于宇宙创造的这个问题的这种大哉问。那唯识也是有一个解答的，因为唯识会认为说这都是阿赖耶识所产生的，所以阿赖耶识就唯识宗呢，他们透过了这样一个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构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巧妙的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很出名的叫做阿赖耶识缘起。那这部分后面会再多说一些。简单来说，这个阿赖耶识缘起在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能够生出一切存在，就是这整个世界吧，宇宙，这是一切生出一切宇宙存在的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种子，它就是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当这种机缘成熟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具体的现象显现出来。不仅是这样子，而且那些显现的现象马上呢又把他们的这种影响又留存储存回到这个阿赖耶识当中。所以呢，总之唯识宗呢，就是他们这个阿赖耶识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很理论。所以无论是我们说无我也好，或者唯识我们说佛教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概念、一些思想，其实都是在探讨什么呢？就是在探讨究竟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所以无论我们说学习无我好了，或者说去学习唯识的思想，都是在帮助我们去探讨说存在它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不存在。那么唯识的思想，首先它是否定了外在事物，它否定了这种外界。不仅如此，它也否定了这个自己的心的这种存在。也就是说，不仅是外境，我们的心也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不仅是外境不实存，能够经验这个外境的心，它也不实存。这是唯识思想在谈到的，这是唯识思想的重点。不然呢，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唯识，我们对它的理解会认为说，会以为误以为说是心是真实存在，执着那个是实存的话，那其实我们就落入了另外一种执着去了。那其实反而是我们还没有真的透彻理解唯识它的意思。意思就如果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心实存，那其实我们没有真的了解唯识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唯识
我们必须以唯识这样的一个思想教理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呢，去认真的去思维，到底这个识它是什么，然后慢慢的去了解它，去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心事，可以说更高的、更高深的这个状态你去探索它，并且以这样子想要理解它、透彻的认识它为目的，这样不断的去努力这个才是唯识最重要的重点它不就是让你停留在这个心事实存，不是只停留在这里，而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让你更深入去发现到底心事是什么，会发现心事也不真实存在。所以认真追究这个自心很重要。所以它指的是什么呢？你去仔细的去分析自己的心比如说佛教有说叫心有心王跟心所，就是我们的六识的心，还有各种的心王、各种的心理情绪、各种心理作用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你要去观察、去分析的，去看他们的每一个作用、每一个情况是什么等等。然后这里面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错的。同时也对于这种外界的事物、各种现象去观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等等。这就是唯识宗我们说要认真去追究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其实唯识它就是对于自心还有这个境，也就是对于实相和这个现象他们不断的再去观察、去分析的这样的一门学问。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后来唯识这种派或者叫唯识瑜伽派，后来在中国、日本也被称为叫法相宗。因为呢，它就是在考究这个法的相的一个宗派。这个法的相，法是什么？就是这种各种存在各种存在它的相，就是它的状况、它的现象的各种的情况的一个宗派。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唯识它绝对不就是一个学问或者是一门哲学思想，不是，它是我们需要实实在在去修行跟实践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它跟我们的这个修持是密切相关的，而不就是口头上去讲解的，那样没什么用。其实任何一个思想你都必须要试着用在你的心上，看看能不能够改变你的心，帮助你的心解脱出来。所以唯识的思想，再说一次它不就是一个哲学思想，而是真的能够切实帮助到你的一种实践的教法。所以就像前面也提到，唯识或者这种阿赖耶识的思想，不是一个人在那坐在那没事一直想出来的某种学说，不是的，而是过去的那些瑜伽行者或者说唯识宗师，他们在进入这种甚深的禅定，那么他们实际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修持的时候，他们真的观察轮涅一切万法到底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不存在的，到底它的法、它的相是什么，就它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究竟是什么，表象是什么，他会不断的去分析，最后他们的这个发现告诉了我们，所以就是这个唯识的这样的思想。
所以前面谈到这种阿赖耶识的这个思想啊，它不是一个推论出来的哲学见解，就是我们说叫做透过瑜伽修持瑜伽限量的修持而领悟到的。那么以上是简略的解释什么是唯识。那么接下来我想简单的讲一下佛教的这个概说。前面简单讲了一下唯识，但是现在我想再简单谈一下这个整个佛教。其实之前我们在夏季课程当中呢，大概其实讲了整个佛教这个当时弘扬的一些历史。那么这里我们接着的今天这里谈到的佛教的介绍的时候，是谈到说佛陀在涅槃之后的大概100年后，当时有僧团，有西方的僧团，还有东方的僧团，他们就产生了一些争议，然后有一些意见不同。他们是针对了这种实践这个戒律的事件上面有争议，所以呢，结果就僧团就分裂成为比较保守的，这个叫做上座部，就是 Theravada。他们呢，上座部呢是比较保守的。另外一个呢是比较激进改革派的，那么就是大众部，叫做 Mahasangika。所以当时呢，僧团在佛灭后100年呢，就分裂成为这个2部，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所以呢，这被视为这个佛教的历史上的第一次的这个分裂，它也被称为叫做这个根本分裂。所以本来呢，我们说僧团是一个的，那么之后刚刚谈到100年后分佛灭100年后分成了2个僧团，然后再进一步的又分化了，就是佛教的部派又进一步的分化。所以上座部还有大众部，就刚刚谈到这2个部派当中又有重复的这种分裂。比如说上座部当中又分裂出很多的部派，大众部当中也分裂出很多的部派，总共又有18个部派分裂出来。那么相对于前面的是叫做根本分裂，就第一次分裂叫根本分裂，那么之后的这个分裂呢，就叫做支末的分裂。那之后的这些学者们，他们认为从这2个根本部派中，为什么又分裂成为18个部派呢？他们认为是因为佛教僧团他们的比如说传承不同，还有他们传承不同，而且各自对于这种经典、律典、论点的这种偏重也都不同，所以又产生了这些分裂的。所以呢，最前面第一次分裂的2部，也就是上座部和大众部，还有支末分裂有18部，
通常这样子的合起来哦，我们会将它称为叫做小乘的20部。所以那样的一个时代啊，就是这么多部派可以说是对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佛教，就被称为叫做部派佛教的时代，或者被称为叫做小乘佛教的时代。总之呢，就在那个时代当中，还没有大乘的思想，也就是很多部派相互对立、互相这样辩论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当时也称为叫小乘佛教，所以这里我有用一个小乘这个词哦，但在当时呢，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词，他们也不会称自己是小乘的。事实上，这个词是后来大乘出现之后，大乘人他们为了要这种叫非难哦，这种部派的人呢，而取的一种贬义的名称。就像过去藏传佛教当中，我们很习惯会就说小乘小乘，但现在到了国际上，如果一直说 Hinayana 一直说小乘的话，其实是不太合宜的。那可能他们这些其他教派的人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词不要太说会比较好。所以总的来说，那样的一个部派佛教的时代，大概是在公元前100多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之前发生然后在大概公元前100多年左右的时候呢，结束了。所以在那个之后，就是大乘佛教的开始。那么这些部派他们最主要，他们在讨论的，他们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主要就是针对于佛陀当时所流传下来的这些教理他们去做非常严密的这种研究还有解释。他们会说佛陀，他们会解释佛陀当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不是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且呢，他们让佛陀的这些教法加以这个整理跟分类，而且呢，再进一步又在这些归类整理的内容上再去解释。所以这些呢制作出来的文献总称呢就称为叫什么呢？就叫做阿毗达玛，就是阿毗达摩。那也就是一般我们说三藏当中的论藏。那么日本的一些佛教学者认为，这些部派佛教
的这些人们，他们呢太拘泥执着于这种教理的研究，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教理研究上，所以他们忘记了要这个叫救助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佛教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因为所有的人呢一股脑的都在那边钻研佛陀是这么说的，然后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当时怎么说的，然后等等，但其实完全忘了根本那样说的本意跟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救度众生。这样子只拘泥于教理研究的结果，也就是就变成他就只是专注在这种研究上所以结果就只是在文字上的这种可以说以个人的解脱为目的的这种修行上，或者呢会带有变成非常的宗教色彩，或者说这种部派宗教色彩的这种教理研究了。所以可以说完全忘掉了或者缺少了那种真正佛陀当时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的本意。所以因为当我们谈到了这种教理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的说法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不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人又说那要怎么回应他，然后他就全部都在想着要怎么回答那个人，然后都在这样子的不断的这种理论的这种辩论上，教理的研究上，完全忘了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本意。所以呢，逐渐的在那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些人开始反对这样的一种作为，也就是认为说你这样子只是拘泥于这种教理的研究是不对的，这样子的忘记了这种佛陀利益众生本怀的这样子一种拘泥于教理研究的行为是不对的。他们不仅是反驳或者的，他们不只是反驳而已对部派佛教这样子开始反驳他，而且呢他们开始积极的以他人救度他人、解脱他人为目的，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兴起了。所以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兴起的经过。那么接着在思想上见解上来看，我们说大乘佛教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依据了般若经的空思想，还有这个依据了解深密经的唯识的思想。那么中国的这个译师叫做易净，他曾经呢到了印度之后然后写下的一个叫做南海寄归内法传。那这部著作当中，那对于他去印度那个时候就是7世纪后半，当时印度佛教的一些状况呢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所以呢在里面就有一段是这么记载的，里面说呢，所云大乘无过两种，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大乘佛教就这两种。
接着说一乃中观，二则瑜伽。所以一个呢，这意思就是说一个就是中观，第二个呢就是瑜伽派、瑜伽行派。接着中观即云，俗有真空，体虚如幻。所以这个就是在说中观它的义理是什么。接着瑜伽乃云，外无内有，世皆为是，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大义这一段再说就是说大乘，总之可以说有两派，一个在说的就是中观，第二个就是瑜伽行派。所以这个宗派的名称来说，这个中观派就是 Madhyamika， 那么第二个这个宗派就叫做瑜伽行派，也叫做 Yoga Chaya。但之后还有一种说法说，还有第三个宗派，就是有除了中观瑜伽行之外的第三派，叫做这个如来藏派。那这部分我们这一次不说，但一般来说，大乘呢就是有这两个派别，就是中观跟唯识，或者是中观跟瑜伽行派。但是在之后呢，就会说还有第三个宗派，就是如来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藏传佛教来讲，这个他空的见解，最主要的在说的就是如来藏的思想。但是呢，很多藏传佛教的行者却说，这个他空在讲的是中观，而且是大中观。但其实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造成了他空思想的一些困难。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依照中论，其实他们是不承认他空的说法的。所以如果硬要说他空是归到中观的话，那中观就得依照了这个中论的说法嘛。但结果中论又否定了他空，所以他空如果硬要归到中观，但却又不能按照一般中观的说法去说的话，那就是很困难了。所以我觉得他空就不用硬要把自己说成是中观，就说自己是这个如来藏思想就好了，也就不需要再对于自己到底是不是中观的这个思想再去做辩解吧。我们是中观思想之外的这个学说吧，不然他空硬要说自己是中观，但又不能依照传统中观的方式去说自己是中观的话，那就很麻烦了，那就说不清了。但这部分就不多说。所以前面呢，我们谈到了一些用词就是我们有谈到说瑜伽行派还有唯识，我们会说它也是一种同义词。但接着我们稍微再细谈一下这两个词它们到底关系是什么？首先呢，这个唯识说，它指的是瑜伽行派的这种学说，也就是这些瑜伽行者，这些瑜伽行派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说叫做唯识说。譬如说唯识，它在梵文就叫做 Vijnapati， 也就是表象，藏文叫做 Nambaripa， 梵文就是 Vijnapati， 中文也可以就叫表象，或者说叫做，其实就是唯识它的意思就是一切法不外乎是的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叫 Vijnapati， 就是这个梵文有的时候在藏文的单珠尔当中是翻译成 Nambaripa，
它的意思就是表象哦，或者说一切法不外乎是，或者一种表象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唯识的意思。所以唯识呢，它意思就是说，总之就是一切法不外乎这个心识，这个识就这个意思。而具备这样的思想的、提倡这样的思想的人的学派，就叫做瑜伽行派。而这样的一个主张、这样的一个思想，它平常也被称为叫做唯识说，就是唯识这样的思想啊，有时候也被称为叫做唯识说，就 Vijnanavada， 或者就或者就叫做世说这样子。所以总之呢，再说一次哦，就是说这些具备了唯识思想、讲说唯识说的这些行派，这些人就叫做瑜伽行派。就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就好像说，以龙树这个中论哦为根本圣典的这个中观派，他们呢，那些人因为主张空性说，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叫做空性论者，就是孙亚塔瓦蒂，这样是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唯识行者、唯识说者，或者说这里叫做空性论者是一样的。所以总之，这里对于瑜伽行者或者瑜伽行派，还有唯识说有一个了解，也就是瑜伽行派、瑜伽行者是指这样的人、这样的派别，他们的思想就叫做唯识说、唯识思想。那大概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好，明天呢再继续。那就今天这个机会呢，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各个寺院呢，就是那个 projector， 就是那个投影，我有送给各个寺院有十几位台湾的施主吧，就供养了我们每一个有十几位台湾的施主，他们就一起呢集资，就赞助了各个寺院的这个投影的设备吧。所以透过了我们的这个观宫这样一个搓巴这样一个协会呢，然后供养了各个寺院这样投影的设备，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机会也回向给施主们，也回向给施主们新年这个一切障碍消除，一切顺缘具足，请大家也一起回向。好，最后我们要念诵回向课诵。Jai
舍利